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今仔日增加2例本土病例，若昨出现的第3例本土病例是一个读中庆国小6年的小女童，伊5月初8母亲节进前，对妈妈到台北去找阿嬷。刷来，这个小女童对着阿嬷，为台北出发到下港去参加2天1暝的进香团。刷落去，等去阿嬷伫个宜兰的厝住1暝，上尾则阁回到台中。3天的行程，小女童甲阿嬷2个人拢来确诊为着病毒，学校是紧急来停课。即摆麻烦的是，疫调了才发现讲，这个小女童伫学校的期间拢无挂喙罨。原来是因为这个台中市伫个疫情较松冷的时阵，已经无强制学生爱上课来挂喙罨咯。透早台中市轮廓中庆国小有一个消毒人员入到校园内面伫消毒，因为台中出现第3件本土的案例，就是读中庆国小6年的一个女学童。个案特准的方式，让我们今天先公布这个个案哈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个案在中央还没有编号。台中市政府提早说明，讲这个国小的查某囡仔5月7日对因老母到台北找阿嬷，后来因老母转去台中了，这个囡仔甲因阿嬷做伙为台北罗南参加2天1暝挂香活动，后来由因阿嬷带转宜兰住1暝，5月7日阿嬷佫带这个囡仔转去台中，2个人拢确诊。高度怀疑是台北或宜兰。台中市政府公布，这个囡仔行过的所在，大部分集中伫个上课这条路，伊固定先要早顿出来去上课。只要是这个囡仔行过的超商早顿店，拢总无营业，拢进行消毒。其实去年一刚开始，我们就有定我们线上视讯教学的一些计划，都是先采取线上教学。中庆国小光阴街居家的晚段教学，市府列出事先总共51个人进行居家隔离。因我看一个真，这个囡仔伫学校拢无挂喙罨。之前是没有强制的，但从5月15号以后教育部就有规定了。较害事源的进程拢无强制挂喙罨，所以讲国小学生可能拢无挂。就惊讲疫情扩大，教育局规定讲，为5月15号开始，学校上课时拢爱挂喙罨。本土案例陆续的出现，市政府正伫调查这个囡仔甲因阿嬷落南挂香的过程中，相关的关系，敢有列出更较侪接触者，由台庭政府去调查。